呢度係只拍筍盤嘅頻道，港人灣居。Hello，大家好，阿輝。大家呢幾日咧，應該都有留意到咧，珠海十字門嘅華發天匯最近咧又刷爆咗各大嘅網絡平台，好多網友都喺度關心緊呢個盤嘅綜合質素到底如何。但係如果要清楚咁理解呢個盤咧，就要從大少少嘅範圍開始講起。其實十字門呢個從09年先至開始發展嘅板塊，相信大家咧都已經好熟悉啦。佢總共加埋咧，只有5.77平方公里嘅佔地面積嘅啫，唔到澳門嘅1/6嘅佔地面積。而佢嘅住宅供應咧，總共加埋係只有32,000套左右。佢嘅細單位產品咧，可以話係絕版稀缺嘅。而華發天匯嘅問世咧，亦都同時意味住十字門嘅核心住宅土地終於迎嚟咗徹底斷供。就係因為呢一點啦，所以我見好多行家一味咁喺度吹佢係獨家絕版、琴澳紅利，完全忽略咗呢入面嘅隱憂。今日我哋唔吹唔黑，同樣用翻最通俗易懂嘅大白話嚟幫大家拆解翻華發天匯呢個盤，就算唔熟悉樓盤嘅朋友咧，都聽得明白。咁呢期嘅內容咧，我總共會分5大板塊嚟講，嚟拆解佢優勢，偏尾再同大家總結翻天匯隱藏嘅短板，同埋邊啲人買得過，邊啲人碰都冇碰。唔講廢話，直接入正題。首先第一 part 咧，講大家睇得見摸得實嘅優勢，呢啲唔係畫大餅嘅規劃嚟，全部都已經係落晒地嘅嘢，全部都係天匯實打實嘅硬優勢。第一個最殺食嘅賣點就係十字門的而且確咧係已經完全冇晒新嘅住宅用地可以起樓嘅，天匯係最後一塊70年嘅商品房地。成個十字門咧先得5.77平方公里嘅土地面積，連澳門1/6都唔夠。核心區嘅住宅咧，絕對可以話係賣一間少一間。以後想喺 CBD 核心區買新房咧，根本上冇得選擇，淨係可以買二手。好多人唔明白絕版地有咩用？好簡單，新樓永遠會同你爭客搶租客。以後十字門咧只會越嚟越多人，但係樓盤淨係得存量貨，物業價值只會隨住人口嘅入住慢慢咁穩住。冇新盤供應就唔會有新盤降價同埋打價格戰拖累嘅問題。第二咧係佢嘅配套唔使等，落樓就係成熟嘅 CBD。大家經常睇樓應該知道啦，喺好多新片區裏邊買樓咧，起碼要等3-5年，佢嘅商場同埋地鐵起好先至會住得舒服嘅。但係天匯唔使，行幾分鐘咧就到環宇天下 A 區嘅商業或者係華發商都，無論係買餸、行街或者係城軌十字門站，去廣州、去珠海機場或者係澳門咧都好方便。而會展中心、5星級酒店呢啲咧，全部已經係營業晒。特別係港澳過嚟通勤嘅街坊最中意呢一點，唔願意花幾年時間等規劃到熱，買落即刻享受城市新中心嘅配套，翻工去橫琴過澳門都極之近。第三係咩呢？係專門為港澳人士量身訂做嘅細單位戶型。呢個盤係成個十字門嘅獨一份嚟嘅，成個片區嘅細單位，大家知道，要麼係實用率好低嘅公寓式住宅，要麼係勉強住得落嘅粗高層。但係天匯58個方咧就做到正規嘅兩房，85個方做3房2衛，實用率差唔多可以做到90%。呢個設計咧係完全參照翻香港嘅住宅嘅，喺細空間裏邊炸進每一寸嘅位置，270度嘅飄窗，一體化嘅餐客廳，成屋收納空間。喺同等嘅面積裏邊咧，比附近嘅天聯多出1間房出嚟。如果預算唔高，又想要多間房自住或者放租，呢個係佢嘅獨家優勢。另外咧，對於港澳朋友長期唔喺珠海嚟講，發展商仲有3年託管返租嘅政策，3年咧係按3.5%嚟計。第四，收租穩定，租客質素咧亦都會比香洲其他區高。點解呢？大家應該知道咧，十字門嘅租客咧分幾種，例如橫琴嘅金融白領咧，每日過關澳門翻工嘅上班族啦，同埋參加會展嘅商務人士，以及橫琴企業嘅管理層等等，圈子咧會好乾淨，唔會雜亂，全部都係高薪人群。58個方2房咧，穩定月租喺3800以上，佢嘅租金回報比斗門同埋老香洲咧都會高好多。再加埋社區裏面咧，仲設立咗港人嘅服務站，可以代辦居住證、醫療券諮詢同埋跨境證件等等，可以話係誠意十足嘅。第五係佢嘅產品，華發天匯複製咗港式生活嘅內核，佢嘅社交同埋生活場景可以快速咁切換，佢嘅商業、商務、生態同埋居住咧，可以話係無界共生嘅。喺呢度真正咁消融咗人同城市、自然同埋社交嘅邊界。呢種落樓即大嘅複合商業街區咧，係將來茶餐廳嘅煙火氣。而轉身即享嘅十字門體育公園同埋佢嘅商務配套啦，令到晨運嘅寫意同埋談判嘅高效咧，可以無縫咁切換。你步入到華發天匯嘅社區咧，你又會覺得自己係踏入咗港島嘅精車社區。佢呢種精緻嘅牌面咧，可以話係撲面而嚟。例如十字門罕有嘅8米挑高奢華嘅酒店式歸家大堂咧，就以超高規格嘅標準去迎接賓客嘅到來。仲有獨特嘅亞克力無界海岸泳池，以及5700平方嘅空中浮島花園啦，令到自然可以喺屋企嘅半空中生長。呢一套精車生活嘅設計邏輯咧，係精準咁契合咗重儀式感、追求超生活嘅港人置業需求。喺片區嘅新房市場裏邊咧，佢
可以話係開先河之作嘅。如果步入到天匯嘅生活館咧，大家更加能夠感知得到佢嘅圈層格局係遠超同類嘅天戀嘅。佢嘅試宴廳同埋 KTV 咧，又令到業主可以好從容咁樣去應對家宴，又或者係商務。而佢嘅網球場同埋壁球場咧，又完全咁複刻咗香港嘅健身節奏，日卡夜走嘅空間，又啱晒港人呢種得閒嘆杯茶、夜晚飲支酒嘅呢個超生活理念。呢啲全部都係超越預期嘅配套嚟，但係仲未完喎。如果話內部嘅訂製係服務生活嘅話咧，咁外部嘅形態就係身份嘅象徵。我哋睇下佢嘅建築形態先。華發天匯咧，再一次咁實現咗創新升級，以超越時代嘅審美，採用鎏金塔管，將身份嘅象徵咧放大至天際。佢亦都延展咗屋企嘅識別度。佢沿襲嘅係對面嘅豪宅標杆，彎晒一個公建化立面，選用片區首用嘅訂製級華發金同埋華發銀嘅鋁板線條嚟搭配，喺陽光之下咧熠熠生輝。跟住落嚟，我哋切個鏡頭睇完佢嘅示範單位，再同大家總結翻佢有啲乜嘢問題係值得大家去注意嘅。係啦，我哋可以見到咧，佢將3個示範單位現時緊開放嘅3個示範單位咧，做咗喺呢邊嘅邊位，一個係58個方嘅非膠標，一個係58個方嘅呢個膠標，同埋呢邊85個方嘅3房2廳2衛。入嚟嘅話咧，我哋可以見到咧，佢係將成個廚房、飯廳同埋客廳嘅話咧，做咗個全開放。佢令到成個空間更加通透同埋更加開闊，同時咧佢係同樣等比嘅，即係成個廚房、飯廳同埋客廳係同樣等比去呼應翻出邊呢個視野。跟住後期交付嘅話咧，呢度係會有一扇呢個絕電門，打開嘅話咧就可以令到成個空間更加連貫，關翻埋咧又可以隔離翻油煙。同埋咧，佢呢個生活陽台，即係常規嘅呢個公寓式住宅咧係唔會配備呢個生活陽台，但係呢度配備咗一個。雖然佢唔係好大，即係操作間佢唔係好大，但係咧都可以嵌入一個細空一體機。咁我哋將鏡頭移翻出嚟呢度少少，即係我哋越過咗隔離呢個東南面嘅灣仔1號咧，我哋就可以睇到橫琴金融島同埋呢個濠江景觀嘅。或者我哋行翻出嚟呢邊睇，可能會更加直觀少少。嗱，呢度咧會有一扇呢個收納櫃，作為交標。然之後呢度仲有一個隱藏式嘅雪櫃，即係佢隱藏起身嘅話咧，會顯得成個空間會整體性會更加統一啦。然之後，嗱，我哋行翻出嚟呢邊東北向，喺我呢腳下呢個位置咧，延伸到出邊呢個窗台係計一半積嘅。嗱，而家我睇5樓呢個位置，5樓啱啱同正前方嘅十字門小學咧係對齊咗嘅。如果我哋去到7樓嘅話咧，就可以越過呢個十字門小學嘅屋頂，跟住我哋去望翻出嚟呢個視野咧，就會睇到中環廣場同埋呢個華遠天下 A 區。其實個視野就會開闊咗好多。如果你再樓層再高翻少少，去到10幾樓嘅話咧，我哋除咗呢個馬騮洲山森林公園、橫琴金融島，甚至乎呢個濠江景觀都可以影翻入嚟室內。所以其實佢嘅視野就會開闊咗好多。另外3間房，佢係3開間朝東北。首先第一間房嘅話，去到呢個位置，佢係計一半積嘅，即係呢個位置外移到呢邊係計一半積。雖然佢間房唔係好大，但係如果我哋作為一個兒童房，又或者一個多功能房，又或者係呢個醫務間嘅話咧，佢係可以用得到嘅。我哋睇翻裏邊乾濕分離嘅洗手間先，即係佢用咗好多嗰啲仿大理石嘅面板去作為鋪面，會令到成個空間會更加整潔啦。然之後我哋睇翻乾濕分離嘅洗手間，佢呢扇窗咧係對正我哋呢個操作台，所以其實佢會通風，但係佢就冇採光，所以平時亦需要開住燈。嗱，跟住呢間房先，我哋睇埋呢間房，佢同樣係配咗一個曲尺窗，但係因為咧呢個位置係挨住呢個井口嘅，所以佢就做咗個窗簾去隔離翻。但係呢邊嘅話咧，我哋平時開咗個窗嘅情況之下，我哋會聽到銀灣路少少嘅呢個噪音。雖然佢裝咗呢個雙層隔音玻璃，但係我哋依家喺5樓咧係好明顯咁樣感受到樓下呢個車流噪音嘅，可能要高翻少少嘅樓層。又或者如果你介意呢個噪音嘅話咧，可能會裝翻個3層嘅隔音玻璃會好啲。然之後主人房好靚，嗱，呢度有一個常規 size 嵌入式嘅3樓空間。然之後對翻嚟，我哋可以見到咧，又係非常之熟悉呢個去飄窗法呢個設計。原本佢呢個主人房呢個飄窗係去到呢個位置嘅，佢將呢個飄窗剝咗少少，去增加咗我哋成個室內呢個空間感同埋通透感。即係佢270度嘅飄窗台咧，本身就可以增加佢呢個採光同埋呢個空間延伸感噶嘛。行到你呢間房嘅話，會更加直觀啦。除咗橫琴金融島嘅城景、濠江景觀之外，仲可以睇到呢個馬騮洲山森林公園，將成個公園影翻入室內，係咪好靚？然之後呢邊主人房嘅呢個洗手間、智能馬桶，然之後呢個操作台同埋呢個淋浴區咧係獨立分開咗嘅。
現時呢個單位嘅話咧係215到240，佢係視乎呢個位置同埋呢個樓層而定嘅，即係中間位就會平啲，跟住咧樓層唔同嘅話咧，佢都會有唔同嘅日價。然之後我哋依家會睇埋佢58個方，係我哋睇埋佢呢個58個方呢個呢個膠標，58個方呢個膠標嘅話，我哋可以見到啦，一個常規嘅30cm 頂天立地嘅收納櫃，同埋一整面呢個操作面板都係膠標嚟嘅。然之後對翻翻嚟58個方可以做到一個咁大嘅洗手間，即係完全啦將呢個淋浴區、馬桶區同埋呢個操作盤，即係星盤啦獨立分開咗。去營造呢個空間感出嚟，即係千方百計、無所不用其極咁樣去營造呢個空間感出嚟，係比較難得嘅。跟住呢度一整線呢個鏡櫃都係膠標嚟。行翻出嚟仲有一個生活陽台。嗱，呢個生活陽台嘅話咧，除咗呢個位置佢嵌入咗一個洗空一體機嘅位置之外咧，咁呢邊仲可以作為一個洗魚晾曬，即係然之後佢係將呢個熱水爐外移咗出邊呢個位置。咁其實呢度如果作為洗魚晾曬嘅話咧，我覺得問題唔大。嗱。即係有啲人咧，佢會介意，如果我呢個位置對住人哋嘅連廊位嘅話，會唔會影響私密性咧？如果你喺度做個洗衫晾曬嘅地方嘅話，我覺得其實影響唔大。然之後，裡面嘅動區好多人。然之後佢係將成個廚房啦、飯廳啦同埋客廳啦做咗個同樣嘅等比嘅，即係去呼應翻出邊呢個視野。全屋嘅中央空調都係膠標嚟嘅。然之後我哋可以睇得好清楚，呢度係一個節電門。咁你如果你關翻埋嘅話咧，就可以隔離翻油煙。咁你打開嘅話咧，又可以增加咗成個空間呢個空間感。嗱，呢度 L 字形呢個操作台，然之後我哋睇翻呢個視野，佢係3.5米呢個空間，全屋中央空調係膠標啦。我哋行翻出嚟呢邊俾大家感受下。咁而家我哋係東南向呢個位置，邊位東南向。咁除咗呢個同樣啦，橫琴金融島嘅城景同埋濠江景觀，同埋呢個馬騮洲山森林公園，佢同樣都可以影翻入嚟室內嘅。然之後裏邊仲有2間房。即係佢尺度唔係好大，佢裏邊嘅話咧，同樣都會對正呢個天井位嘅，即係佢其實會有通風嘅，但係就冇咗採光，所以其實發展商就一定會裝磨砂窗噶啦。咁呢度呢個尺度嘅話咧，大概係6個方度啦。我哋可能只能夠作為呢個功能房，又或者一個生活空間，即係衣帽間，因為本身個主人房唔大噶嘛。嗱，主人房佢同樣都係東南向。主人房嘅話咧，我哋放翻張1.5米嘅床，佢其實係可以兼容得到嘅。同埋呢邊仲可以打翻個收納櫃出嚟。現時呢個單位嘅話咧係130萬到160萬之間，具體仲係要睇翻呢個位置同埋樓層。依家我哋落翻樓下同大家做翻個總結先。好啦，咁華發天匯呢個盤有啲乜嘢短板係需要大家去注嘅咧？我簡單咁將佢分成4個點嚟講。第一，超高密度，6梯10號火，容積率4點，絕對係屬於超高密度。所以樓同樓之間咧肯定會好密，樓層嘅價值咧會兩極分化。低樓層單位望翻出去咧，大部分係隔離嘅樓宇，係望唔到江海風景嘅，比隔離嘅天聯呢種頭排冇遮擋嘅濠江景觀咧會略輸一籌。呢一點針對部分景觀優先嘅香港朋友嚟講咧，會係一個減分項。第二，全盤最大嘅戶型只有85個方，永遠做唔到改善換房。如果將來甩手或者下家生2胎接長輩過嚟住，屋企嘅空間肯定唔夠，只能夠賣咗呢間屋出去，然之後咧喺外面換翻個大面積嘅單位。呢個問題就會造成絕大部分嘅業主都係投資收租或者係短期過渡，自住嘅家庭留低嘅咧就會好少。第三，現階段嚟講，十字門嘅存量咧係算多嘅，要完全消化晒呢啲存量咧，我個人估計可能要3年。佢已經交付同埋起緊嘅住宅咧超過3萬套，就算琴澳嘅人口不停咁樣入嚟都好啦，都要幾年嘅時間先至會住得滿。所以如果你想用2-3年嘅時間嚟短期炒賣賺差價，基本上咧係唔實際嘅。只有長期持有收租先至會有收益。第四，臨街噪音啦係佢永久性嘅問題。華發天匯區別於環宇天下同埋天聯啦，佢樓下除咗銀灣路呢條主幹道之外，西南面就橫琴大橋，車流噪音不斷。臨街單位就算裝晒隔音玻璃，佢嘅低頻路噪咧係冇可能完全隔晒嘅。對於淺睡眠嘅人或者係居家辦公，佢嘅影響都會好大。咁最後，大家可能都會關心呢個盤到底適合邊個買，邊個唔適合買？我覺得買咗唔會後悔嘅咧，有3類人。首先第一類咧係每日往返橫琴同埋澳門翻工，要成熟嘅配套，細單位夠住，唔打算短期換樓嘅人群。第二係投資客，要穩定嘅租金回報，同埋要低門檻佈局琴澳核心區，長線收租，做資產配置人群。第三係兩口之家嘅度假，預算100-200萬，想要品質社區，短期幾年唔會擴大家庭嘅人群。而盡量唔好碰嘅人咧，首先係改善家庭，以後要生小朋友，要同長輩長住，需要100幾個方嘅大面積嘅單位，呢個社區咧永遠都滿足唔到。第二係短期投機，想用2-3年嘅時間買屋賺差價嘅人群。十字門目前嘅狀態咧，確實係存量過多嘅。
短期之內大於日價。第三係長期喺香洲或者喺金灣翻工，好少過澳門橫琴，完全用唔到琴澳嘅配套。咁買呢度咧就純粹浪費區位優勢。簡單總結嚟講咧，華發天匯呢個盤，佢唔會係一隻短期暴升嘅妖股，但係咧佢會係一隻穩定分紅嘅理財產品。佢最大嘅優勢就係十字門最後嘅住宅用地現成嘅 CBD 配套，港澳專屬嘅細戶型設計，低門檻入場，琴澳一體化嘅核心。但係一定要避開低樓層嘅單位，最好咧盡量避開埋佢嘅臨街單位。買之前一定要諗清楚自己嘅需求，係自住通勤定係投資收租，對得上自己嘅需求咧，呢個盤先至要適合你。今日拆解咧就到呢度。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更多樓盤嘅真實底細咧，記得訂閱我，我係輝，我哋下期再見。